此后2022年6月21日，每日先眼光读经，毋通互虚假迷调咧。圣经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12节。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。照恁所受的教示，伫伊内面定根，伫伊顶面建立，互信心得到坚固，充满感谢。着谨慎，毋通互人用空洞虚假的铁盒甲恁迷去，因为遐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，甲支配宇宙的邪神，毋是根据基督。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踮伫看会到的基督的形体内面，互恁甲伊结连成做完整。伊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。恁嘛已经有接受甲基督连结的割礼，毋是用人的手，是通过基督的割礼，将恁罪性的肉体腾起来。对洗礼，恁有甲基督做伙埋葬，搁对洗礼，通过信，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上帝的大能，互恁嘛甲伊做伙搁活。保罗提醒哥罗西的信徒，着想看觅，减还会记得宣教师当初到因中间的情景。劝因既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，就爱亲像树仔，将根深植伫土底。哥罗西书第2章第7节讲，伫伊内面定根受起造，信心得到坚固。建立信心，通解说做正式。伫长老时的法律文件，伊是指某一份文件确实具有法律的效力。换一句话讲，保罗爱信徒明白，当因照所教示的有活出甲基督适配的生活，就证实因的信心是真实搁有效的。保罗讲，着谨慎，毋通互人用空洞虚假的铁盒甲恁迷去，因为遐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，甲支配宇宙的灵，毋是根据基督。当时有空洞虚假的铁盒流行伫哥罗西的信徒中间。铁盒源自希腊罗马的宇宙观甲人生观。总是保罗指出有一群人用铁盒高举家己的教示，毋过迄不过是白贼话，拢无内涵，是无可靠基础的言论。保罗所伫讲的学说，可能是占星术。伫公元前2000年以早，占星术就已经存在。伫美索不达米亚、巴比伦、古希腊、罗马、印度、中国甲玛雅等古文明中，拢有人根据天文现象预测天候变化甲天体周期，搁标示伫历法，用来预测未来的事件。占星师也会用占星术来解说人的无共性格，搁预测特别发生伫某人身上的大事。毋过，当科学时代来临，这个已经受证实是无有效性甲解说力。占星师虽然对家己的预测有信心，毋过预测的结果并无比乱药的加好偌济。
伫今仔日的台湾，也有袂少人相信星座、星象、风水、命理。占星师、星象专家也常常上电视出册趁钱，甚至受称作是国师。关键评论网站顶面有一篇文章，虽然无神秘力量，星座运程也是会影响你。指出2015年台湾科技部的公民科技素养研究的中间，有4成到5成的民众相信风水，若是少年的世代较倾向相信算命甲星座。对近代心理学的研究显示，这是有机效应甲确认偏误教出来。人的有机心理常常会改变伊的认知，搁倾向接受家己相信的信息。伫今仔日教会内，也有人相信占星术、算命、风水等空洞虚假之说。对伫安尼，保罗提醒咱，互恁甲伊结连成做完整，伊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。简单讲，基督已经有上帝一切的丰盛，伊主宰一切超自然灵体，所以咱无必要搁去找甲基督袂匹敌的阶级神灵，也是天使，搁较毋免去找求星宿之灵解释。要紧的是，咱爱甲基督连结，言行举止掠伊做中心，伫伊内面定根成长。默想，我身躯边有偌济人相信星座、风水，我捌受到影响无？我身躯边有偌济人相信星座、风水，我捌受到影响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踮伫充满迷信邪说的世界，拍开逐项媒体就充满着逐种空洞虚假的话。求主帮助我保持清醒，多多仰望你，多多找求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